代替408处德鲁库事故今年4月7日完事登录，代替伫罹难者家属的建议伫清水磅空、联合磅空、佮有中德磅空设纪念灯光。今仔早起，交通部长陈世凯甲罹难者的家属，佮有代替人员，嘛坐公车处的自强号去花莲来进行启用典礼。台铁公司也应该要永远记得，在过去的0402我们的隧道的这个事故的事件，要提供给所有的民众安全优质的运输，是交通部责无旁贷的任务。很多案件还是在进行，譬如说像是刑事案件的部分，开庭的时候都有提出来，是说他们很希望法院能够对于整件事情是一个有针对事实，然后是最重的一个惩罚的方式。代替表示讲，这纪念灯光会伫逐冬的4月7日到7日来点灯哀悼罹难者，而且通过这个光，避免影响到司机员。希望讲当提醒经过旅客继续来关心代替安全解决，嘛提醒代替员工铁路安全的重要。